这是咱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今仔日要看的圣经是《民数记》6章22至27节。若是有带圣经的，请掀开第148面，或者是看头前的投影片，咱做伙来读。你耶和华吩咐摩西讲。你着吩咐亚伦甲伊的囝讲，恁着安尼甲以色列人祝福，对因讲，愿耶和华赐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互你的因会光照你，施恩互你，愿耶和华欢喜的因看你，赏赐你平安，安尼。要用我的名以色列人的顶面，我也要赐福因。以上，愿上帝赐福地听伊话、照伊话来行的人。今仔日牧师要对咱传讲的信息是春联。下面时间，交予牧师。现在大家平安，愿上帝平安常常甲恁三个伫地，咱先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只是要搁再一摆对你的话伫遮三脚心。阮会当，互阮伫即个时安静阮的心，特别对你的话有我清楚的晓悟甲明白，咱行踏伫你的话，明白你的话，真侪宣讲、分享、见证上大的快乐。主，阮将新的一年，阮伫遮所要学习的一切，也恭敬交托。阮的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现在新春恭喜大家平安。咱今仔日是正月初5，明仔载就是要安怎开工吼，上班吼。愿上帝丰盛的恩典甲慈爱，充充满满临到咱每一个人的身上。这几个礼拜，新安讲读经本的进度是民数记。按照惯例，老师拢会简单来介绍民数记的重要内容，叫咱兄弟咧读的时会当安怎搁较了解。这本册名叫做《民数记》，这是希腊文70语本所翻译的。伊内面有记载2摆点名以色列百姓，这120个以上会当烧战的人口。第一摆点名是伫西奈山，记载伫第1章；第2摆点名是伫摩押旷野，记载伫26章。时间相差大约有38年，总是。希伯来原文的圣经，伊的册名却是写什么？伫旷野中，这是出自1章1节伫旷野中，所以一般学者也认为，伫旷野中这个册名更较适合其中的内容，因为这卷册所记载，正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了后，伫旷野漂流将近40年的历史。所以民数记记载以色列人对西奈山这个上帝所要赏赐因应允之地的旅程，迄面上帝甲亚伯拉罕所予伊的应允是信实佮可靠的。所以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呼吁，要得到一群的百姓，这群的百姓是圣洁的百姓，也是大权能的勇士。所以伫这利未记，咱看起讲上帝呼召人来到伊的面前，爱因过着分别罪性的生活。民数记是上帝伫遐来清点人数，教导因诚侪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军队。这兄弟姊妹，新的一年的开始，上帝应允绝对袂会改变。伊要祝福你的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丰盛甲富有。总是咱是毋是愿意接受这个装备，诚侪妖化的军队咧？也是有人互家己的妖语毋信，伫遐所捆绑咧。地教亲像以色列人共一样，
原本11天，就会当会当到伫应允的地，因去行了几年，40年才会当到。虽然咱是遮尔啊软弱、失败个背逆，总是伫遮上帝犹原持守伊的应允，不断地供应、引带锻炼磨练，互咱的性命会当伫遐来更新变化，一直到诚侪妖花的军队。伫即卷民数记有36章。伊拢总分做3段的主题。第一段的主题是准备行走，记载伫民数记第1章1节到12节。第二段的主题是背逆、流浪伫旷野，记载伫13章到20章。第三段的主题是听候应允，记载21章到36章。所以咱会当对即8图今日即张即个 PowerPoint 顶面，咱清楚看见每一段的主题中，要有一个小主题。其实伫新春感恩礼拜时，牧师也分享到民数记的记载，虽然是以色列人40年的旷野之路，却是一条什么？上帝甲因三角地地，上帝同在，随时随地拢伫遐咧供应照顾因的稳定之路。所以伫旷野40年，是以色列人上亲近上帝的时节。伫曠野的内面，因认捌着家己的无能为力，甲软弱，因为因常常陷入伫人的埋怨、不知足、甲贪婪的中间，总是因一摆搁一摆来经验着上帝的管教。伫旷野内面，因学习认捌上帝的丰盛甲慈爱，也学习着倚靠上帝，凭着信心伫遐来修正、装备家己，诚侪一个刚强、勇敢、忠心、有责任的人。所以民数记有2摆清点人数，清楚地表明每一人拢有家己应该尽的责任，一个拢走袂去，一个拢袂当减。每一个拢是属于什么？上帝的人，拢应该清楚有家己应该尽的责任。无论是工作、职责、服侍，拢爱伫上帝的面前规规矩矩做人做代志。现在只爱求上帝帮助咱。看见民数记所记载，以色列人伫即个报营甲行军，抑甲伫会幕内的侍奉，以及每一天所行的代志，拢按照一定的步调伫遐来行，袂当有一点点的混乱，一点点的混乱拢袂使。所以咱也应该如此，跟对着上帝的脚步来行，才会当行充满着喜乐甲丰盛的人生。民数记也阁有一个真重要的信息，就是上帝的百姓，因为有上帝通倚靠，应该跟对上帝脚步，勇敢向前行，什么拢免惊。所以因的失败，唯一的原因就是什么？就是无相信，唔信。这互咱一个真重要的提醒。所以其实咱会当看圣经11章开始，就是以色列人伫旷野失败的即个的参数11章开始。本地上帝是要丰盛个富有稳定要赐予因，也要定义带领因进入老年甲蜜的地。这上帝应允总是人会无唔相信，因为唔相信，更加多祝福也无法度临到伫咱的身上。所以伫遮咱一定要清楚，一个军队者还是有信仰的人，一定要跟对上帝的脚步，一步一步拢是稳定的路。所以，亲爱的姊妹，当咱伫遐伫读民数记的时，你是毋是有亲身伫遐感受到，咱人生这条路，就好像咧行一条什么旷野之路？这条旷野之路伫遐提醒也教导咱几项
非常重要的功课。头一项就是啥物？认捌家己的啥物？软弱，有时会失败，有时也会不义。正像诗篇19篇12节所讲的，知罪知伊的失错，求你除去我暗前的过失。搁像保罗伫哥罗西书3章9节到10节所讲的，因为恁已經褪去舊的人，甲伊的行罪，要穿新的人，就是日你換身到得到財物，照創造伊的意象，認捌家己的軟弱、失敗甲不義的罪行，互咱學曉啥物謙卑，還是不斷修正家己的人生的地圖，轉向上帝的心意。這是第一項。第二項呢，認捌着上帝的主權。羅馬人書9章15節呢講，因為伊甲摩西講，我要憐憫我所憐憫的，我要體貼我所體貼的。佇以賽亞書55章8節也安尼講，耶和華講，我的念頭毋是恁的念頭，恁的路毋是我的路。所以直接認捌上帝的主權，互咱知影人生有真濟代志。平時咱想要怎樣，就當怎樣。主權在於上帝，要互什麼人，就什麼人。咱只間會當謙卑佇安那，謙卑會講，主若願意，我就會當安那做這做迄，這是第二項。第三，認捌上帝的慈愛。咱人常常安那未滿足，總是安那一句台灣話叫做搖把叉吼。雖然百姓這些選民一路佇遐埋怨，總是咱看去上帝悠然寬容。正像詩篇86篇15節所甲咱講的，主啊，你是仁慈恩典的上帝，無快快受氣，閣有豐盛的慈愛甲誠實。因為這邊咱知影俗語有一句講，人生不如意安那，十有八九十有八九。人生有真多安那無常的變數，四個環境攏無法度佇咱家己的那障礙的中間。總是當咱認捌到，無論處在什麼款的處境中間的環境內面，上帝慈愛永永遠遠袂離開咱。安尼是，咱就咱激起什麼信心甲勇氣，跟對上帝腳步佇安那來行。第四項，認捌上帝的供應。通過民數記，咱看去上帝的百姓，因佇曠野有40年，佇迄個無法度栽種收成的所在，上帝卻一直佇安那來供應因的需要。啊，還有啥物？風挑、火挑，佇遐日夜的引帶。正像申命記8章4節所講的，這40年，恁的衫褲無破，恁的骹也無碰拍。佇以賽亞書42章16節安尼甲咱講，我要帶青綿的行因毋捌的道路，帶因行毋捌的路徑，佇因的面前，互黑暗變做光明，互彎曲變做平直。這個事我攏要行，也無放殺因。兄弟姊妹，咱人生所行過的路，你是毋是也有直接來經驗到上帝為着你，佇安那開佇曠野開道路，佇曠野開江河呢？這是咱的生命見證甲信仰的生活。第五項，愛認捌上帝的管教。上帝管教的目的，就是要叫咱甲伊的性格有分。正是希伯來人書12章第6節，第10節甲11節所甲咱講的，主所愛的，伊要安那管教，只有萬能的爸管教咱，是要愛咱得到利益，互咱佇伊的性格頂面有分。既然管教的代志，佇當時照看，毋是歡喜，是憂悶。若是後來，就佇遐個管教來練達的人，結平安的果子，
就是义的果子。如果咱会当明白咱所拄着的这艰难挫折，是咱慈悲疼痛的天父的管教，咱伫遐来愿意伫遐回心，转来追求伊，那呢，一切灾厄艰难，拢要变成做稳定的祝福。我咱会当伫经历生命的旷野内面，咱会当安那，咱会当自行看耶稣，就是最新的源头，甲正美的。今仔日，咱的新安公读经本，伊的作者，伊用这个主题是啥物？咱今日主题是啥物？春联哈，这个主题来詮释这个民数记6章22节甲27节的经文。牧师伫遮感觉真有意思吼，可能伊这段过年时间吼，讲春联有伊的意思。其实伫遮咱看见作者伫遐讲到即个春联吼的由来，这是对网络顶面安尼讲吼。伊讲传说上古时代有一对兄弟，兄哥叫做神书吼，神书吼，小弟叫做咩？义利哈。因伫个东海什么杜朔山顶伫遐呐，立伫杜树下检视来往行往的遮个旅客吼。甲因阁拄条啦，无数害人的什么鬼怪，未受人尊重。到伫真旱的时期，人就用两块上顶驱蛇的杜木吼，立伫门的边仔，刻上神书甲郁律郁律的画像来驱鬼。这个春联的精神叫做杜甫吼。所以咱会知春联的意思本来就是咧了驱鬼吼、驱邪吼，咱知影吼。这个神话的故事流传几啊年了后，5代后蜀国的君王吼，这个孟蚕吼，伊认为讲这个杜甫吼，杜甫的这个物件伤个单调吼，所以伊就提笔写落安那新年6余庆。佳节贺长春这字句，这个安那春联的来源。到明朝的时，人感觉认为红色的代表什么？喜气，所以改用红纸代替这个杜木板。到伫明太祖朱元璋阁命令文武罢官，伫这除夕的迄一日都要打什么？都要打春联吼。新年打春联的习俗，就是中国伫遐流传。军队的汉人来移民到台湾，所以打春联的习惯也伫遐呐，被带来到咱台湾吼。总是牧师伫遮更较愿意认可的春联的由来，是出埃及记12章所记载，以色列人伫遐呐守叛过节。咱知影当上帝伫遐派出即个灭命就要灭性命的天使，要杀即个。这个种子问埃及人、以色列人种子的时，就伫迄地区的种子的时，以色列人遵照上帝命令伫遐这样抬迄个羊羔的火伫遮抬羊羔的火抬迄个羊羔，将迄个火抹伫两边的什么门楣你全家伫遐团圆自集，伊拢毋敢出去，所以拢爱伫厝内食什么？食羊肉，听候这灭性命的这天才搬过这就是什么？搬过节由来也是以色列人伫正月初1，大家大团圆的时刻，会庆祝得到上帝保守，全家拢有平安的日子。这民数记的这段经文，确实是上帝透过摩西吩咐祭司阿伦甲伊的后代用。话伫遐来祝福什么？以色列人，所以这段祝福被称作阿伦的祝福，还是讲祭司的祝福。这段圣经经文也帮助咱了解这什么祝福的意义。伫民数记6章20到23节的记载，耶和华吩咐摩西讲：“你着吩咐阿伦甲伊的囝讲，你着安尼甲以色列人祝福，对因讲。”
兄姊妹，就伫遮像爸母伫遐疼惜伊的什么？伊的囝儿，伫遐祝福伊所疼的囝儿查某囝。咱所信的上帝，也为着咱伫遐来祝福伫咱，因为伊真正欢喜祝福咱，因为伊慈悲怜悯的上帝，因为咱也是伊看做宝贝的儿女，也是伊所疼的，所以伊也同款欢喜祝福咱。所以上帝怎样祝福以色列人呢？兄姊妹，上帝祝福是三重的祝福，一重加上一重，互咱得到更加丰盛、更加富有的祝福。第一重的祝福，就是上帝的祝福甲上帝保护。伫圣经伫遮6章24节讲，愿耶和华祝福你、保护你。兄姊妹，请问上帝如果若要祝福你，你想要得到的是什么款的福分呢？伫遮并无指明上帝要享受什么款的福气互咱，总是上帝什么？上帝是万福的源头，伊的祝福也是也是无限量的。伊是慷慨的上帝，伊欢喜将一切福分甲好处拢要变互咱，毋管是属天的，也是属地的福分，伊拢要愿意欢喜祝福互咱。譬如讲，咱做上帝儿女，咱的产业、咱的产地健康，已经上帝甲咱同在，如讲甲咱三角地地，兄姊妹，咱千万毋通掠做只所有逐项的物质享受。咱今日当享受了遮尔丰盛个富有，完全是靠家己的才调甲努力。其实遮咱若无清楚，若毋是上帝看顾、管顾、顾守，其实咱所有一切要失去是真容易的，对无？即边美国的纽约的什么火灾，咱加州，歹势，毋是纽约，是加州伊的火灾足侪人烧了了，一夜之间几啊工会烧敢咱迄个花莲的地动花莲地动一个震动规个拢无去即拢会当互咱知影。所以咱若无上帝福分咱都无法度来咱的所得到就真容易伫遐来失去所以咱应该爱用感恩的心来感谢，并承认咱所有的一切拢是啥物？拢是上帝的祝福伫即个所在讲到上帝的保护，正像诗篇正像诗篇121篇70甲80所讲的，耶和华保守你免受一切灾害，伊要保守你的性命，日出日落日日，耶和华要保守你，对即时直到永远。兄姊妹，咱拢知影，人每一个人确实拢需要保护的，儿童需要父母的保护，百姓当然也需要政府的保护。咱也想要保护家己心所爱的，总是咱心感觉有时心有力力不足。确实，咱的保护总是有迄个无交层的所在，总是全能的主上帝的保护，必定是啥物？必定是交层的。所以咱凡事无需要过头的挂虑，咱只要做好咱家己应该做的，求的就交啥物人？交咱的上帝。请一定要相信，伊必定看顾保护。兄姊妹，请问你是毋是为上帝保护咱的性命，伫遐用感恩的心伫遐来感谢伊呢？圣经伫遮讲，上帝保护咱，亲像保护咱目睭人，若毋是伊的恩准，心连一支头毛若袂夹落若袂落去这是上帝。这是第一层的祝福。第二层的祝福是上帝的赦免。圣经6章25节讲，
愿耶和华互伊的面会光照你，施恩互你。即句话暗示上帝好像光照大地的太阳，不管春夏秋冬，当即个日头普照大地的时，是非常的快乐甲温暖的。上帝用伊的面的光照咱，也共款表明上帝伫接纳咱，伊的慈爱，互咱感受到欢喜甲温暖。兄弟姊妹，既然上帝用笑面伫迎接咱，那呢，一定要赐福恩典互咱，也要将咱一切的患难困苦，互咱对伊个中间伫甲你拯救出来，伊要听咱的祈祷，将咱的对敌打败，像对咱对敌的手中，互咱对病痛的中间，甚至伫罪的中间，甲咱拯救出来，因为伊要赐恩典互咱。所以上帝上大恩典，就是赦罪的恩典。圣经的记载讲，伊天离开地遐尼悬，伊的慈爱对敬畏伊的人也是遐尼大。当离开西有偌远，伊互咱的罪过离开咱也是遐远。诗篇103篇11节甲12节的记载。所以咱直接要求上帝帮助咱，领受伊赦罪的恩典。咱也爱愿意下面遐得罪人的人，互上帝恩典会当分享出去，成做别人的祝福。这第二层的祝福。第三层的祝福是上帝是小事平安的祝福。第六章26节讲，愿耶和华欢喜的面看你，小事你平安。有人问讲，上帝互伊的面会光照你，甲上帝欢喜的面看你，这两句祝福究竟有啥物款的无共呢？伊前面这句话是强调上帝会接纳甲慈爱，后面看重的是上帝伫注目看你看咱，注目看你看咱。我毋知影人来咧注目看你的时，你有啥物感觉无？重视啦当然人的想法咱毋知总然咱看讲，看咱大概咱面有啥物的，还是有安怎所以当人若用欢喜的面看你的时，也是伫遐咧看你的时共款。上帝用欢喜的面看咱，就是伫遐注视咱的时，伊的目睭，伊伫遐时常就是咧看顾咱，这表示对咱的疼甲关怀。我用这个伫咧恋爱中的人因往往会安怎？前面两个目睭会安怎？会互相看无？我跟你讲，目睭若袂互相看，这恋人爱足细腻的表示讲两个无真正真正意爱可能还有一寡甲这是一个真特别就咱像一个老母伊的目睭常常会放伫伊心所爱什么囝儿囡仔的心上。当上帝做捌看咱时，伊也要看顾咱的需要，供给咱，补足咱的欠缺。这样就诗篇33篇18节所甲咱讲，耶和华目睭看敬畏伊的人，看望伊的慈爱的人。所以，既然上帝这里做捌咱，咱咱用欢喜的面看咱，伊也必定要将平安赏赐咱。所以，这个平安咱常常咧讲，人人拢需要平安。咱知影平安不但是啥物，国泰民安，更加是指啥物？财富的富足，心灵的健康。所以平安是上帝所予的礼物，上好的礼物，而且完全性这是一个上水的礼物。所以伫这三层的祝福内面，是一个更加悬的高调。而这个高调，就是上帝将啥物？将这上好的礼物平安要赏赐咱。咱知影伫最后所要离开这个世间的时，伊伫遐安慰学生安怎讲？用我用平安留地互恁，
我将我的平安赏赐恁，我得互恁，毋是亲像世间得互人的款。恁的心无伫背北，也无伫惊吓。约翰一书14章27节。所以今仔日上帝希望将这个平安赏赐咱，伫这个动荡不安的世代内面，人类上大的需要就是什么？就是平安。你即摆咧地动吼，地动会惊无？惊你的厝安怎？哦，其地动的是牧师有即种感觉，我一间厝来倒哦，因为咱即间厝若几年啊，哦，咱拢对即个无啥有信感。但是若真正伫遐自行看上帝，啊，伫遐相信上帝安那会看过，即个心的惊讶就安那，自然就安那，就无去消失去呢。上帝平安就进入到咱中间吼。这亲爱兄弟姊妹，这是阿伦的祝福，包括什么？保护下面干呐，甲平安。有人问，咱是咪真正会当得到这样的祝福嘛？只下上帝给咱保证吼，这个保证可以挂保证。第6章27节，安尼，因要用我的名下伫以色列人的顶面，我也要赐福因。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伊祝福以色列人，也祝福每一位属伫伊的儿女。所以咱只要凭着什么信心，爱相信，来到伊的施恩宝座前，求怜悯，求恩典，伊必定要安那大大施恩祝福伫咱。正像哥林多前书2章9节所甲咱讲的，至少所记载讲，上帝为听伊的人所备办的是安那，目睭安那，袂捌看见，耳孔安那，袂捌听见，人的心也袂捌想到的。这上帝安那会祝福，上帝恩典。我咱会当伫新的一年的开始，咱只对上帝话更较清楚。晓悟甲明白，互咱甲上帝更较更亲的关系，深深来明白伊、体会伊、了解伊，伊要赏赐咱即个平安，就必定临到伫咱每一位的身上。愿上帝咱甲咱三个伫地，也祝福伫咱三同心来祈祷。主啊，上帝，阮感谢你，过来一摆对你的话，伫遮三卡实，对你的话，阮遮来领受。主，阮看见你对你所竞选的百姓以色列，问题因的历史、因的行做、因的信仰，到伫今仔日，阮会当伫遮三个学习。主，看你下面阮无够也对你的信靠，你甲阮伫阮的人生有侪坎坷、艰苦甲病痛。做可能当互阮搁再一摆伫新的一年，抱着阮的信心、相信、晓悟、明白，甲你建立更较亲密的关系。因为你是万权的主，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你常常对着阮所教示的，也是管教的，也是赏赐的，也是应允伫阮的，这是何等的大，何等的深，何等的高。主，阮若只要真正明白你、亲近你、晓悟。特别伫你的真理来行做时，我们领受这一切，特别平安要临到伫阮，这是何等大的祝福！愿主你大大赏赐阮，这个对你有够也信心的每一位兄弟姊妹，过来一摆将阮本身，阮的兄弟姊妹恭敬交托，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